日本和13个太平洋岛国同意加强自由和开放印太构想合作，以应对中国的威胁活动。据日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日本太平洋岛国防卫对话在线峰会上会见了13个国家的防长，讨论双边和地区发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和盟国正努力使喀布尔机场尽快重新开放。布林肯还称，我们非常赞赏卡塔尔和土耳其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欧盟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尔表示，他们不会承认塔利班，但会在一定的标准内建立关系。赫尔辛基现任市长尤哈娜·瓦尔蒂埃尼呼吁，赫尔辛基应该加强英语服务，以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瓦尔蒂埃尼表示，芬兰需要更多的工作移民，这一点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芬兰在招聘国际专业人士方面做得还不够，这是芬兰可怕的失败。赫尔辛基可以称自己为讲英语的城市，在那里讲英语的人不需要讲芬兰语或瑞典语，市长说。瑞典中央党代表聚集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议会前，呼吁承认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侵犯人权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并支持维吾尔人。在瑞典维吾尔教育协会组织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要求瑞典承认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做法是种族灭绝。哥伦比亚卫生当局表示，变异病毒株目具有逃逸免疫力的潜在可能性。该变异病毒株引爆哥伦比亚致命性第3波疫情，平均每日约700名确诊患者死亡，其中约2/3死者感染了变异病毒株目。预计将在阿富汗组建新政府的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副总统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昨天在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胡江浩的电话中称赞了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哈纳菲承诺塔利班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国在阿富汗的机构和人员。土耳其在2020年东京残奥会奖牌数增值15枚，也创造了残奥会历史上奖牌数38枚。2020年东京残奥会第10天，门球女子国家队为土耳其带来了1枚金牌。